多谢佩云来关心立法院的消息。立法院审查这个后备军人调集犹太条例草案，这包括完成训练，又是5摆，都要发奖金。公司的单位应该分公假。这个调调这段期间呢，薪水要算150%，而且就是呢，调集一年来去国军的病要有看诊的优惠等等。另外一个现象是，最近有真侪少年人想要赶紧去做兵，希望讲伫疫期可能延长进前，将兵甲做咧。公部长呢，邱国正是表示讲，一定好。社会大众一个会使接受的理由，真正啊定案一定有一段调节的时间，互大家来适应。为期14天的新制调兵已经开始，宣示咱台湾注重后备战略，要让制度愈完善。立法院审查调兵犹太条例草案，若是互叫转来5摆，爱发奖金。做兵的这段时间，买互因公假，企业会当伫咧因做兵的时，员工薪水150%来做减除所得业。调兵一年来，若是去国军医疗院所免挂号费，嘛有买物件含大旅社优惠。将退辅会所属的医疗院所也要纳入免挂号优惠的这个医疗院所的这个比例。接受召集的后备军人育有6岁以下子女的时候，他的配偶也准用这个规定。除了后备军力，义务兵到尾前堂，嘛互大家伫咧讨论，佮传出真侪人想要做兵，因为都惊4个月变1年。一定会有一个调节的时间，绝对不会讲说哦，你早点当完哦，一切割以后刚好哇，你服完了。就不用了。这几年国内疫情压起来，传出已经有海军168舰队官兵和陆军关西营区内底阿兵哥确诊。报载这2个案件是的确我们有，但已经在处理了。刘伟嘛要求阿兵哥第3剂疫苗要紧做，就惊疫情真正拖去到部队内底。嗨，我是映彤，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站起来。